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；你的诚实直到万代。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安排，存到今日。万物拢是你的保益。旧约圣经诗篇119篇89节到91节。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；你的诚实直到万代。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安排，存到今日。万物拢是你的保益。旧约圣经诗篇119篇89节到91节。圣经是真神的话，句句拢是真理，适合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人。就好亲像日光、空气、水、粮食，拢是每一个活伫地面上的人生命中的需要。这本又搁久又搁未旧的册，有几千年的历史，译成了各种的语文。世间上无有一种学问比圣经对咱来讲是搁较宝贵的啊！圣经的话存记伫咱的心内，敢若亲像笑图共款。当咱拄着啥物代志，用伊来家量看卖，随时就通好分辨是非好歹，知影啥物是应当持守的，啥物是应当放杀的。如果咱若是拄着袂当明白信仰的代志，亲像今生啊、来世、俗世的、属灵的、属真实的，还是属魔鬼的问题，拢会当有分辨的能力，拢会当对圣经内面得到智慧，解决咱各种的疑惑。真神的话伫咱心中，咱就诚做伫真神目睭中间，这个世界上上聪明、上有智慧、上有属灵生命力量的人咯。因为安尼，做事的人常常称真神的话是无事，是赢过千万金银，也比蜜搁较甜。真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，极其宽阔，是咱脚前的灯，是咱路上的光，是公义的判语。真神的话一解开，就放出亮光，予愚人有智慧。真神的话极其精炼，真神的话永远长存。做事的人是何等认捌真神话语的宝贵，伊何等爱慕真神的话语。真神的话不但伫伊的心中，伊又搁活伫真神的话中间，照真神的话语将伊来救我，这是何等大福气啊！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；你的诚实直到万代。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安排，存到今日。万物拢是你的保益。旧约圣经诗篇119篇89节到91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